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为着帮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有倒一款咨询辅导资源，这次以踏出一步温暖机制为主题，推出16款书签形式套卡，利用一个和谐粉彩的这种多分多彩的一种视觉的效果，希望能够让孩子们拿到这个卡片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温暖、被关怀以及新的力量开始出来的一种感觉。每一张卡片拢有不同的图案以及含义，另外搭配心灵小语，会当提供老师依照学生不同的特性甲议题，作为动力支持之用。套卡里面其实我们中心心理师每个人都画了一张，就是我们是想着就是孩子在需要被陪伴或是需要一些諮商的状况下面，可能会需要一些什么文字啊，能让他们觉得被同理了。套卡也结合咨商辅导系统通讯资料，让学生会当抒发情绪甲压力，得到温暖的咨商陪伴。另外，套卡也有多元的用途。我觉得它的功能就是孩子在校园里面，比如说老师要打气啊，可以在后面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孩子。那孩子之间也可以做交换卡片啊，或者是有人生日啊，或者是学校刚好有节庆活动，把它写在许愿树上面等等的。教育局表示，希望会当透过套卡，会当向学生传达关怀甲温暖，并持续甲辅导咨询中心以及学校建构好的辅导工课，成为学生上坚强的后盾。台南新闻杨顺快采访报道。